我来关心巴基斯坦即马当是梦境雨季，因为落大水，雨泉做大水，溪水的水位是中悬甲有史以来上悬的。目前已经有超过850个人无命，东北部有1400个庄仔头是浇拢淹去。当地官员讲，印度的大水坝因为伫咧这个时间下水，嘛互灾情变甲更较严重。 伫巴基斯坦东部甲印度交接的地区的溪流水位愈来愈悬，已经无家可归的村民只好机会放下，坐来甲因救的船离开。 We don't know where we'll go or when we'll come back. Everything we built is underwater. 旁遮不幸拄到39年来上严重的大水，救援队来来回回甲受灾户带去较安全的所在。因过真侪人因为唔甘要因的生跳甲家伙，一直拖到实在是无法度啊才离开。 政府为了要安撫民众，也个派专门的接驳船来载因的牛。 We fear thieves. We don't want to abandon our animals. The water is rising fast. There are about 300 villages in this area. 旁遮埔的官员讲，伫边境靠海的一个村，水位已经到几60年来上悬。巴基斯坦指控是因为印度无互人有够的时间准备水库向放水，不过印度讲大水祸才是主要原因，并且讲事先就发警报。 巴基斯坦即马正拄到连续地面的大水影响，当局警告真侪所在也正危险。 कल हम एक्सपेक्ट कर रहे हैं कि 7.5 से 8 लाख क्यूसिक पानी यहाँ पे आएगा। टोटल आबादी जो थी वो तकरीबन 3,66,000 लोग थे जो दरियाई बेल्ट के अंदर थे। उसमें से हम 3 लाख के करीब लोगों को इवैक्यूएट कर चुके हैं। जो बाकी रह गए उसके लिए 三条主要的溪流拉维湖、沙特里湖，也个七纳布湖拢淹流出来，超过1400个村庄河水淹去。 虽然巴基斯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无到全世界排放量的0.1%，不过算是全世界受到气候危机影响上大的国家之一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